宗教上嘅問題啦嚇。但係咧，我就可以喺聖經嗰度咧 list 一啲嘅例子出嚟啦。咁譬如咧喺最後嗰一章咧叫做係啟示錄啊 Revelation， 即係上一次都講過啟示錄就係警惕世人嘅。咁嗰時咧就係話使徒約翰咁就透過一啲影像咁就係基督俾佢嘅，咁就睇到未來，咁就寫到呢啲。咁好啦，但係嗱，我呢度唔係講嗰啲 vision 先啊，即係嗰啲影像先啦。最重要嘅話咧，一開始咧喺第一章第8節咧，佢就話咧，基督就講咗話 I am the Alpha and the Omega。咁你知唔知點解啦 ？Alpha 就係希臘最頭一個字 ，Omega 即係亞米加，就係希臘最後一個字母。佢嗰個符號咧就同亞米加手錶嗰個符號係一樣嘅。咁你覺得係解咩？我係起點，但係都係終點。係啦，起點或者如果再通常係啲人我係開始嘅結束。係啦。咁佢唔單止係講咗一次，佢講咗4次。喺第一章11節，第21章第6節，同埋最後嗰差唔多最後嗰幾個 chapter 啦，22章第13節，都係強調呢一樣嘢，即係話咧講得俗啲啦，即係話我就係裝啦，即係我可以隨時咧就係個賭局可以隨時 end 咗佢個賭，或者個 casino 我唔再開啦嚇，或者我可以再開個新嘅局，係啦，你係閒嘅啫，即係你冇得話事，係我係唔出，最後嚟講我係話事。咁你傾向上帝就係外星人啦，定話上帝創造埋外星人嘅觀點？應該係上帝創造埋外星人。